把我逼出来的就是那位高人。他们怎么来了？4个女人，不是刚好凑成一桌麻将吗？哎呀！我都说不要打脸了，这是谁呀？哎！你等我变成真的孙悟空，我们不就遵守诺言，帮你找到孙悟空了吗？就凭你，你也配？快点！哎，小心！让一让！哎，放手！好，好。来，轻点儿！哎，来个人！好。这边，来！好，小心脚！哎，好。那边，快点！三当家，哎呦我去！吓死我了！你看什么呢？哎，你说春30娘和菩提老祖，他们伤得重吗？去看看不就知道了。好兄弟，你去。我啊，不是你还是我呀？我可是三当家，快去。干嘛？怂。其实我觉得吧，他们俩肯定没好，要不然不早就又开打了。也对呀。啊，算，先不管他们。哎，猪八关哪儿想好了吗？除了猪圈是完好的，其他地儿都毁了。猪圈。你们都给我听好了，我才是斧头帮的老大，全都听话。喂，你干嘛呢？喂！哎，我是不是花眼了？我也看着。这就是传说中的病入膏肓吧？一定是。哎，咱们还有黑狗血吗？有，在厨房。拿过来给二当家试一试。好，走。你们才有病，早晚让主人灭了你。让你们几个啊，你去把他给我叫过来。上啊！我呀，那还我呢，我可是三当家，你还让我亲自动手吗？快！就知道摆当家的架子。滚！再敢接近这儿，杀无赦！哎，我的肉好像熟了耶。哎呀，我去洗个澡。主人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伤还没好？不用你操心。给。主人，你对我实在是太好了。我想除了以身相许，我再也想不出其他的办法来报答你了。打住，赶紧打住啊！我可不惜的药。要不是看你异于斧头帮其他常人体质，我才不会在我身体不便的时候跑过来冒险救你呢。听好了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会每天过来给你送食。你呢，要保存好你的体力，以便我吸取精力，加快我的疗伤进度。记住了吗？主人，你放心，我一定把最好的自己奉献给你。主人慢走。娘，
宝儿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你家怎么了呀？为什么乱成这个样？爹他……你爹他……爹，你怎么就这么的死了？孩儿不孝，连最后送你一程都没有送，爹。你个混小子，你说什么呢？你爹还没死，赶紧给我赔！你知不知道你吓死我啊？这家里都乱成这个样，你还哭了？我真以为家里出什么事儿了呢。还有，你跟我爹对这个下人也太好了，家里乱成这个样都不打扫打扫。你知道吗？我现在特别饿，有吃的吗？你等等，我去给你做。你让下人去做不就行了吗？啊？还有咱家那些古画都去哪儿了呀？我就是在想，我也知道我爹现在病得很严重，你能不能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？我先去给你做点吃的。夫人，药煎好了，快趁热喝吧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怎么不能在这儿？他做的吗？啊，对呀，这位白姑娘多亏她了。过来过来！你干什么呀？放开我！别以为在你家我就不敢对你动手啊！动手啊，你个妖精！你不就是抓我为了找那个负心汉的转世投胎吗？为什么要对我的家人下手？我什么时候对你家人下手了？没想到你跟那个春三师娘一样心狠手辣，怪不得你们俩姐妹都被人甩了，活该呀！有种你再说一遍！我说就说，怎么了？你蛮不讲理，逼我到处找人就算了，你现在来我家到处撒野，还搞破坏，竟然连我爹都不放过，你怎么那么歹毒？你打呀！没错，我是怕死，但是我告诉你，如果你敢伤害我家人的话，我一样跟你拼命。宝儿，你爹刚有些起色，快去请大夫，快去！好，我这就去找大夫。你先回去陪着我爹。大夫来之前别给他喝药，我马上就回来。夫人，都好了。好了，你开什么玩笑呀？你是不是全城最好的大夫？你就这么敷衍？夫人，这次啊，全当我白跑一趟，真金不必给了，告辞。不是，我说你这个大夫怎么能这个样呢？算了，他太不负责任了，娘。你爹，他是真的不行。白晶晶，你把我爹害成这个样，我一定让你血债血偿。你以为是白姑娘害了你爹？不是他还能有谁？主动上门肯定不怀好意。你误会了，不关人家白姑娘的事儿。难怪刚才你们在院子里。你走了以后，家里生意出了一些问题，渐渐周转不灵了。那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做生意这是常有的事儿，我们也没想到会这么严重。那你们当时拿家里古玩去变卖的时候，难道没有想到过这种问题吗？你爹愁得一下子病倒了，我一个妇道人家，一边帮他填亏空，一边还得请大夫治病，我也只能先卖些东西换钱呀。那也不用把家里弄得跟抢了似的吧？而且家里被破坏成这个样子，一定是白晶晶做的。不是，是你爹病得太重了，实在没有办法，我只能把地契抵了出去。债主想尽快收回房子，派人砸抢了一次。我爹到底得的是什么病啊？大夫说，他这是愁的脏腑气机逆乱，心病还需心药医。我现在也只能每天给他吃些补气的汤药。你快去给人家白姑娘道歉，人家好心好意帮你爹熬药，你倒好，把
把药扔了，还对人家那么凶。怎么了？找我拼命啊？坐下聊会儿吧。你这是侦查赔罪啊？凉的。来，我再倒杯热的。不用了，我知道的。端茶送客，我懂。你不会就这么走？要不然呢？你先是利用迎亲的队伍堵住我，然后就是给你爹找大夫治病。时间不多了，咱们要赶快去找到转世孙悟空和唐僧。明白。你能不能多给我一点时间？你也看到，我们家现在这个情况，我爹也病倒。可是我的法力没有办法救你爹。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从来没有奢望过你能够救我爹。那你想怎么样？其实我爹是因为欠下了一笔债，所以得了重病。现在唯一我要解决的就是欠债的问题。你有什么办法吗？暂时还没有，但是我一定会想到办法。我跟你说，你们家的这个事情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解决得了的。我劝你还是赶快去跟我找到转世孙悟空和唐僧，只要找到了他们，你想怎么样我都不会帮你。我求你先让我把地契找回来行不行？我不可能让我爹娘以后流浪街头吧？1周，行吗？想不到呢，你还是个孝子。我不是什么孝子，我要真是个孝子，我就不会一个人在斧头帮享福。3天。多谢。但是咱们事先说好，不管结果怎么样，3天之后你都必须跟我走。因为你知道的，找到转世孙悟空和唐僧，这对我来说才是最重要的事情。成，那你先好好休息，不打扰你。我现在回去想想怎么把地契赎回来。你一个神仙，怎么把自己弄成这个样子啊？大意了嘛，受伤了嘛。人家神仙现形的都是什么仙鹤啊、猛虎什么的，一到你这儿，怎么是一串葡萄呀？别瞧不起人，我告诉你，等我伤势恢复之后，变个恐龙给你看看。干嘛呢？运功疗伤啊！光听这个音效就应该听得出来啊，你这个笨蛋。还以为你有多大本事呢，这么看来，也不过如此嘛。不敢吱声了？哎，我说你这是何苦呢，老朋友？倒不如跟我联手啊，利益最大化，你懂不懂？你是在跟我说话吗？送你个白眼呐，不然呢？我懒得理你啊！我警告你，不要再趁我疗伤的时候骚扰我。哼，想得美啊！我趁你疗伤的时候把你给杀了，你信不信啊？可惜我现在力不从心，等我伤养好了，就把你这个葡萄酿成葡萄干。你好狠呐！你还愣在那干嘛？快上啊，快上啊！上！我？他要杀你，要杀你自己上，我不上。他现在法力不行啊，他要杀你的话，早就把你给杀了。这样，你再帮我一次，
我下次肯定罩着你。你说话算话。当然算话，快去快去！人不见了。嗯，步伐怎么那么轻盈？看来他恢复的状况比我好很多啊，这不科学。喂，让我看看外面，快点！是不是没有？这样吧，你继续帮我留意春30娘她恢复的状况，而我的状况千万要保密，知道吗？大当家不在，二当家又叛变了，我站在你这边，不知道有没有胜算呢？你放心，一定有。107。哎，你们俩说，主人怎么还不来啊？我都准备好了。108。你干什么呢？见到主人，好兴奋，好激动，无聊，好冷酷，好无情，这才是我猪八的主人。你给我少废话，过来，起来。二当家果然不要脸。虽然恶心，但我也要亲。呸！你干什么你？不是你让我亲的吗？我是要亲他，不是亲你，你这个笨蛋！还行，继续努力吧。老老实实待着啊。这么晚来找我，哼，一定对我有意思喽。还想出要吸我精力的借口，精力我有的是啊。叛徒，讨厌，恶心。我还说他怎么恢复的那么快，原来玄机在这儿啊！看不下去了。我是菩提啦。哎呦！干什么呀你呀？你能变身，为什么不自己走？哎呀，好，刚刚用到刀刃上了嘛。真是的，我变身呢，只能变一会儿啊。哎，听不跟你说了，我还有急事，我先走了。全是套路啊！你以为我看不出来？准备好了吗？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走，都不征求一下人家的意见。哎，起来啦！醒醒啊！起来啦！又来？你说什么？没什么，只要你要，我就肯给。来吧。
不行了，这么差劲，真是没用。我什么时候能痊愈啊？我以为阳气会很足呢。真是个猪啊！多吃点啊！哼！真是没用。别人栽树我乘凉，别人喂猪我吃胖。嘿嘿嘿嘿嘿。哎呀，元气你也吸了啊，还让我捧着你，有点过分了。都跟你说了，我这个伤就得静养。哎呀，好酸呐！都跟你说没熟了吗？真的是气死我了！他长那么胖，体格异于常人，以为能量可以足一点吧？我费了这么大劲儿，就吸了那么一点点精力呀！照这个速度，我什么时候可以恢复全部法力，斗得过那个菩提老祖呢？白晶晶这个小贱人，也不知道死去哪了！气死我了！气死我了！气死我了！哎呀，光靠吸精力也不可以，我得食补一下。弄只鸡去。小声点。你要干嘛呀？去，弄只鸡给我，我要吃。哪有鸡呀？母鸡啊，没问题。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们前帮主喜欢吃鸡蛋，你们养了一窝老母鸡，去给我弄过来。帮主走了，那鸡有，还不去给我弄鸡是吧？哎，去，去。刚刚分开就又见面，想必你也很想我喽。少废话，喏，给你补补啊。那么虚，多吃点。晚上好好表现。宝儿，这么晚了，你在这儿干嘛呀？我在等黑衣人。娘，你记不记得，他每次出现的时候，都是在月圆的时候。你说，他今晚会不会出现？虽说是，但他一共也就出现过2回。一次是把你送给我们，一次就是让你去当帮主。你们不是能经常见面吗？他是高人，哪能说见就见？我们这辈子能见到他，已经是很大的福气了。那怎么办啊？跟娘说，是不是在斧头帮遇到麻烦了？娘，你别担心我了，快回去休息吧。要是你再出点什么事儿，娘可怎么办呀？我至尊宝执掌斧头帮，驰骋五岳山，有我在，就别担心了。没事就好。还没想到办法啊？你什么时候进来的呀？不是你进来干什么呀？我来看看你啊，看看没有这黑衣人，你还有什么办法能赎回地气啊？你怎么老会听别人讲话呢？我这是关心你，3天时间可以一眨眼就过去了。我会想到的，不用担心。也许吧，不过啊，你也没必要这么看重这3天。只要你抓紧时间帮我找到了转世孙悟空和唐僧，我这么一出手啊，就能把地气放到你面前。
这一路上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，你就是不信。你让我怎么相信啊？就先不说这个黑衣人了，单凭菩提老祖这么拼了命的想要救你，就说明你一定不简单。菩提老祖是个神仙，神仙哪有不见死不救的，都很慈悲，好吗？那黑衣人呢？他把你交给你的父亲母亲，然后又等到你成年，把你送到斧头帮当帮主，这么大费周折，绝对不可能是一时兴起。我要是真的这么重要的话，我家里出这些事儿，他为什么不管呢？没准儿就是想考验你一下呗，或者他已经知道了转世孙悟空的消息，然后就要刺激你一下，把他给引出来。那他可真是太二了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自己明明能做的事情，为什么放我一个小孩来做？怎么了呀？我想到办法了。什么办法呀？当铺呢，一向只认物件不认人，只要我拿着地契去典当，就可以换出现银。你要去典当？你不要赎地契吗？再说了，你哪来的地契啊？我画一个假的不就行了吗？而且我画的一定比那些真的还真，他们一定看不出来。我没听错吧？你自己画地契？我自己画地契怎么了？像我这么天才、这么机智的人，画个地契能难倒我吗？到时候你就看着呢啊！行了，你赶紧去吧，我现在要开始准备画画创作了，别影响我。走。哼。哎呀，我真的是天才。休息一下。哎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为大家带来我的伏魔棍法的表演。不愧是我的意中人，我好幸福我苦苦等了你那么久，你在这玩的挺嗨呀！你果然男人没一个好东西。看剑！紫霞，救命啊！我就在柴火旁边的空地上，救命啊！哎，不要送礼物了，救命！哎呀！跑都跑得那么顺，我好幸福啊！来陌陌用视频认识我，视频社交就在陌陌。OK。谁？啊！又干嘛呀？你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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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嘛？当然帮到底吧。哎呀，我不去，我不去，我不去！我看着恶心的一幕，要去你自己去。再帮一次好不好？准备好了吗？来吧。占了个便宜吧，还被吃豆腐。男人没一个好东西。嘘。这个不讲义气的啊！
这德行，白给你吃那么多东西。开始了，看着我。废物啊你！你想气死我啊？主人，我能给的只有这么多了，已经全给你了，真的没有了。真是个猪！废物！喂，你在干嘛？系鞋带呀。你干嘛呢？废什么话？不是你们把我弄进来的吗？怪我了。白眼狼啊，兄弟一场啊！我叛徒！你手里拿的什么？私人物品，管得着吗？恶心！没有刚才你在猪圈里么么哒恶心。你都看见了？我可以当没看见，就当没看见。好。恶心！春三师娘这个女人，虽然脾气古怪，但也不至于有这么大的转变。况且以我情场纵横这么多年的经验来看，我这种霸道的男性，很少有女人会主动献吻。她们爱上我，都是因为我能满足她们的被动。这么说来，我的脑子不够用了。让我欢喜，让我用。还算我机智。哦，你倒是挺关心人的嘛你啊！我看你恢复的挺快的嘛啊，还敢耍我？信不信我把你的葡萄籽抠出来，给春三师娘做面膜啊？停！别杀人，别杀人可以吗？喂，你去哪儿啊？回去睡觉，还有件事情啊。那倒不必了。那我告诉你啊，今天是我最后一次陪你去猪圈了，以后别想。干嘛？你是让我早死啊？我告诉你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春三师娘恢复的那么快，不知道吃了什么仙丹灵药。我跟你说，如果我死的话呢，谁罩着你啊？大当家不会抛弃我的。大当家是我的人呐。是吗？喂！喂，你拿个假地契到底能不能行？你懂什么呀你？这做假呢也是门艺术，它不光是把图样跟文字做好了就行，它还要做旧，这样呢才能以假乱真啊。看不出来嘛，你这做假的技术还是挺擅长的嘛。来，告诉我，你是真的至尊宝呢，还是假的孙悟空啊？这位施主，你在说些什么？我真的听不懂。你是来骚扰我的，还是在这乱我事儿呢？好，我就静静的看着你发疯。你就当这个？对，你说个价吧。低了的话吧，我就去别的家了。你看多少钱合适呢？我觉得吧，至少得这个价。你想想，我这可是正儿八经的3进3出的大宅院，而且地段也是没得说的。这确实是一张很值钱的地契。那是，
要不是我生意周转不济，我也不会压呀。要不是你这么放肆，我也不忍心这么对你。大少爷，竟敢作假来糊弄我们！你以为弄成一张皱巴巴、臭烘烘的白纸就能蒙混过关？胡闹！给我狠狠的打，让他长点脑子！啊！你怎么就知道笑？你也不来帮帮我，那我没良心。不是你说的吗？不要让我乱来，免得坏了你的大事嘛。我很听话的。你说他们不当就不当的啊？动手打人干什么？一点都不斯文。斯文？你一个土匪头子跟人家讲斯文啊？来，我看看。除了这一身的少爷行头外，要不我在你脸上刻上“斯文人”3个字，怎么样？你轻点儿，疼啊！活该！谁让你想铸造假地契这么个破点子，还把纸弄得那么臭？我不那么弄，钱能那么容易到手吗？你这是自作自受，还不是被人嘲讽一眼就拆穿了，还被人打得满身是伤的，这样行了吧？假地契也没了。反正呢，现在当铺这路子是行不通了。我呢，必须要找点其他的办法。你还是老老实实的去跟我找转世孙悟空的下落吧，这才是正经事儿。不是说好了3天吗？啊，这才刚开始，你急什么？有的是时间。好，再给你3天的时间，我再看你3天的逗笑戏码再出发，也是不错的嘛。反正啊，我已经好久没有这么开心过了。还有什么赚钱？有了。你又想干嘛呀？你呀，就在这等着我给你把地契拿回来看吧。啊！哎，啊！好久没闻到这熟悉的味道，爽！知尊宝少爷，好久没见到您了呀。听说您最近去当什么帮主了？不过您这身行头的风格似乎简朴了一些啊。你懂什么你？你知道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斧头帮帮主帮扶。知尊宝少爷，哦不，该称呼您帮主大人了啊。您这身行头果真是不同凡响啊，非一般的费神。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波西米亚风啊？少废话，人呢？几位少爷在里边，我领您过去。快！哎，搞了半天，你就是来这赌场赌钱碰运气啊？你个老外，你懂什么呀？我告诉你，赌钱不只是靠的运气，还有技术。哼，别怪我没提醒你，别输得衣不蔽体。哎呀，有好戏看了。至尊宝少爷，我回来了啊！稍等会儿，你先坐会儿，你先坐会儿啊。要小。也不知道谁跟我说的，他们都是跟你一起长大的好兄弟，怎么对你这么冷淡啊？这个呢，不叫冷淡，这个是对赌博完全集中了精神的反应，这很正常。这听鼓猜点数，没有个几10年功夫不行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是技术。想不想开开眼啊？1、3、4点大，不是大，是小。哼，服吗？狗屎运，服不服吧？行，再来一次，来。466点大，466大，哈哈哈。哎，这有什么难的呀？You can you up。3个6。3个6，豹子。你这已经是出老千了，知不知道？没办法呀。至尊宝少爷，您就别炫耀你的耳力了，来玩2把呀，还是老样子，1把1万。那什么，先借我点钱吧，我家里出了点事儿，最近手头特别紧，等事儿一过，我立马还给你们。我突然想起来，我约了我娘回家吃饭。你娘不是早就先游了吗？死的那个是我大姨妈，这些钱